少君，已经安排妥当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中午服用，午夜发作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今天加了好多好吃的，来，快！哎呀，那个按我们花园城的规矩啊，我们三公主用膳，你得在旁边陪侍着，替我们煮的布菜啊。这是自然。少君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。少君，琉璃盏内。好吃好吃，一起上，哇，公主，哎，三公主，厨房问今天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啊？炒一把，炒一把。餐具也要最好。是，那就全换成琉璃盏吧，什么是琉璃盏？用琉璃做的盏。莫非韩硕在菜里藏毒？好你个韩硕，我辛辛苦苦将你从大牢里救出来，你却恩将仇报。少君今天操劳一天了，不如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吧。不，你们花园城的规矩，男子不上饭桌，还是三公主请吧。这玄武城有一句方言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既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那就应该是夫唱夫随。少君，请用。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人补，还是三公主请吧？当然是客随主便了。我让你吃，你就得吃。张嘴。哎，不用。形似和睦，相敬如宾。嗯呐。个屁！气死个头！都别愣着了呀，赶紧重新准备。不用准备了，我不吃了，这饭没法吃。哎，你去哪呀？城主府。去城主府干嘛呀？吃饭。那我也去了。琉璃盏，少君，白姐，你知道背叛我的人什么下场？少君饶命啊！属下不敢，属下对少君一直都是忠贞不二啊。不是忠心不二。本来都计划的好好的，这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谁知这三公主心血来潮，将所有的餐具都换成了琉璃盏，就像那之前心血来潮纵马成劫一样，导致计划失败，异曲同工啊！世事无常，也非属下能够左右。
还请少君给犯错的人，尤其是我，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